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咱特别为着台湾来恳求，尤其是最近的地震，造成真侪人痛苦、伤心、流目屎。除了厝倒去，亲人失事，连住的所在嘛非常的困难。阮恳求天父施恩怜悯，互因脱离一切惊吓灾害，会当继续安居乐业，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也提醒阮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不断变动的世代，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一个袂震动的国度，就是上帝国度。阮要搁较明白你的心意，行出你的真理。无论环境的好歹、极端的气候、危险的战争、人性的邪恶，拢袂当影响阮甲你的关系。愿上帝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会当继续仰望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若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今日分享题目是 AI 甲基督徒生活。可能有人想讲，什么是 AI？ 那这把图是，这应该是我啦吼。这图片吼，本人无遮缘投啦，但是这拢会当改。什么是 AI 呢 ？AI 就是讲，那参就有一个人，这机器人真厉害，你甲叫伊做啥，伊就做啥。我若将这图片叫 AI 去做，讲将这我的图片、相片改较古水的，伊就马上改。这就是 AI。AI 嘛会当写歌词呢，创作诗歌，嘛会当写文章，应该写讲图片无问题啊。我这篇毋是 AI 写的吼。咱的准总统罗清德总统，伊讲吼，伊要建立倒一款的行政团队，就是有行动力、创新的 AI 行动团队。想看卖咧 AI 有重要无？对咱的这摆国家社会 ，AI 是咱以后要主导的物件，用智慧创造。创新，这是伊的价值观。但是这价值观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基督徒有甚物关系呢？可能大家有使用这 AI 的物件无 ？ChatGPT 有人在使用无？可能有人无在用，有人在用。你有在上班的吼，这物件真好用呢。这 AI 安怎好用？这 AI 吼，咱会当对话，比如讲。我要写讲图片，讲 AI 甲基督徒生活，伊就会收集真侪资料，然后摕互你看。你讲你上班文章写了，我转做这 PPT， 你嘛会当讲AI 你给我写，我这资料互你，你给我转做 PPT， 叫做影片，有这文字，甚至有诗歌。这拢是真简单啊。即摆 AI 愈来愈强呢，有人讲吼，牧师啊 ，AI 出来恁头路拢无啊。AI 发展了后，你看车有人在驶无？无人在驾驶啊。飞机嘛无人在驶的，汽车甚至你去7嘛拢无人的，拢用这 AI 的物件来代替原地人啊。其实吼，咱来想看卖 ，AI 若真正遮厉害吼，啥物拢会当做。但是呢，有伊的限制伫个无？当然有啊。其实 AI 是一个真强的工具啊，但是毋通凊彩用啊。有人讲 AI 这个工具遮尔好用，大家拢来用，无毋对啊。但是毋通乌白来用啊。你来看这个图吼，这是 AI 改的哦，本地是一个台湾人对无？会当改做外国人。伊的声音吼。讲话拢是会当变，所以即摆美国吼伫调查，有一寡歹人吼用这图片啊，把这心灵的这相片，这色情的相片哦，色情的物件哦，改做这少男少女，甚至儿童的这头壳迄个面哦，
叫人去买。美国警察调查真济吼，遮查遐查，查煞尾讲，这图片吼是 AI 改的，所以要法办这个人无法度办，法律无办这 AI 这物件，所以这人造智慧这方面在使用的时啊，虽然真好用，嘛诚做犯罪者会使用的工具啊。咱有出国旅行的经验无？以前去日本吼，你不要讲日本可能看汉字小可会通啦，但是买物件要创啥无方便对无？即马手机也无共哦，即马人造智慧这 AI 物件吼，你甲我讲日文，我甲你讲台语会通诶，互相会通咧。我甲你讲日文哦，你甲我讲台语拢会互相，但是是讲无共款语言，但是你听到的是你会晓的语言哦。即摆手机会当做甲安尼咧，你讲拍以前咱咧读册拢袂晓对无？看这英文无啥会晓，查字典对无？即摆毋免查，翕相，翕了，甚至你手机啊，翕相了，完全拢翻译出来。这是真正 AI 真好用的所在，但是呢 ，AI 真正袂当学袂用啊！拄啊创世纪十一章中间。在天下万物的时，在开始的时，人类共一个语言，拢互相会当通啊。但是伊去做歹代志啊，讲我来做一个塔，做一个城，要用讲家己的名呢，毋是用讲上帝的名哦。上帝混乱的语言，互因拢袂通，无以后因要做啥，拢会当照家己意思学袂做。但时代无共款哦。这科学家、科技的人员组织做伙时，古早语言袂通啊，即马拢会通呢。全部世界上介巧的人组织做伙，要做啥就会当做啥，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因讲来啊，因要做什么代志拢会使，所以上帝互因袂当沟通。但是即马现在世代因为 AI， 什么拢会通啊，所以。什么人有 AI 的主导权？什么人就有这种 power， 有这种权柄，有这款的权利来使用。以前咱拢知影，每一个国家拢有人工无够的时，拢对国外用这外劳来到引进到台湾。全世界先进的国家，人工无够的时，拢雇用这其他国家的人工到伫因本土。但是薪水拢足低啊！当然以后咧，真侪人毋免上班，拢通抬头，运用 AI 取代这一切人工所要做的代志。你会晓数学吗？你数学真厉害吗？你是数学老师吗？我用 AI 教，比你教的更较好。你是医生吗？你看患者吗？哦，这查这资料，你将你的报告拢甲录入去。这 AI 判断讲哦，你是什么病，马上就查出来。未来的世代是真正无共款的世代。什么人是用这 AI 的主导权？生意人、头家，可能愈来愈有钱啊！我不爱请这员工啊，我用机器、这机械来代替所有的人所要做的代志。你即摆可能去 7-11拢无人啊，银行嘛毋免人。全部电脑化，全部用 AI 来处理，所以有这 AI 的官兵的人会愈来愈有钱。咱的社会变做安怎？牧师伫遮提醒，咱对约翰一书第3章17节到18节来看，一个富有的人看到家己兄弟姊妹有欠亏，可是硬心不爱睬伊，会当讲伊是疼上帝吗？毋是啊，咱的疼毋是只有喙伫遐讲疼，必须爱真实的疼，用你的行为来证明出来。这个世代可能会甲以前无共款。阮咧读册时，读到一半时拄好有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出来。做牧师的时有手机啊出来啊。
啊，这手机啊，佫有 AI 的手机啊，拢无共款，愈来愈强啊。但即马少年啊出世着 ChatGPT， 有这样 AI 已经出来，人造智慧拢已经出来。那愈来愈有钱的人，无照着上帝生行，无去听别人，愈来愈有钱，我家己会当使用就好，我趁愈来愈有钱，会当享受。安尼无一定合主的心意。爱讲爱有听，你若是基督徒的头家，你有真好的权柄，你有真个 AI 技术甲遐个物件，但是你的员工无头路时，你有照顾伊的家庭无？这才是真正的听。第二项提醒 ，AI 是欠缺信用中的听。AI 会听你袂？袂啊 ，input 啥就 output 啥。你甲输入啥物件，伊就啥物物件反映出来。AI 吼是照这个创造伊的人，以这指令去处理代志。所以 AI 虽然会当做真好的代志，但是伊无听这方面啊。听啥物是听？听是一个决定啊。虽然咱像讲 AI 真厉害，但是伊无即款的听心伫生命中间。听是上帝创造咱人上界特别的所在。听是一个决定，你的牺牲是一个决定啊。你按时啊，有当时半暝啊，有人厝内底有亲人过身，你会靠啥物人？靠牧师啊，对无？啊，牧师爱处理无？哎呀，啊，牧师会忝袂？袂哦，会啊，当然会忝嘛。但是呢，因为听的原因、听的缘故，伊必须半暝啊起床，走去你厝内底帮助你处理一切丧事的代志。这是一个选择，选择牺牲，这是一个选择啊。AI 毋是照这选择哦 ，AI 袂是牺牲哦 ，AI 是照安怎处理，逻辑去处理，应该安怎做就安怎做。无听、无牺牲这款代志，听是一种的选择，听是一种的牺牲啊。AI 无这方面的特别所在，所以在咱读经文中间，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3节提醒咱：你会晓答应的语言吗？题材所讲的话吗？若无听，什么拢毋是啊。若无听，你有讲道的才能吗？AI 讲道比可能牧师较好哦。你有达用的知识吗？信用的知识 ，AI 才比教授搁较厉害呢。AI 读册比咱这牧师读较济，比信海老师搁较济。读真济册，看真济文献 ，AI 在处理的是，伊伊讲啊足清楚，这信用的道理会当讲啊清楚，但是无听。什么拢毋是啊！咱的信仰，咱会当传达上帝真理，咱有达用奥妙知识，若是嘛有信心会当移山倒海，若无另外，咱就无路用啊！所以 AI 跟咱想象无共啊，伊是一个工具啊。信心仰望另外是。恋爱是永永远远，你有信心吗？你有仰望吗？有当时咱到天国所在、天国的所在，这拢无需要，只有听是永远存在啊。咱爱做一个选择，当你今日要信主耶稣洗礼嘛，对无？这是一个选择啊。马太福音16章24节讲，后来耶稣对伊的门徒讲。要对我的人，就要完全否定家己，也家己的世界来跟对我。这是一个选择。上帝创造人甲机器，这 AI 无共款所在，就是咱有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放伫阮的生命中间，你家己会当做一个选择。但是咱要选择啥？咱要选择什么？你去咱的生命中间呢？上帝创造人有灵魂体，你的魂的部分，你的灵的部分，尤其是你灵的部分，甲上帝当相通。你拍开你的心门，来相信耶稣，甲上帝有来有往的关系。
但是咱每一天生活，咱是邀请什么入去咱的生命中间？你有听伫这生命中间无？有主耶稣的真理，甲听伫咱的生命中间无？你有相信主耶稣无？这是一个选择。相信主耶稣，咱诚做一个人是敬拜上帝的人，是上帝囝儿。你活的毋是亲像一个 AI 哦，上帝创造人，人是上介好的 AI 啊。但是这 AI 比一般 AI 更较好，受上帝听甲怜悯，有上帝自由意志，互你选择伫你生命中间。申命记30章19节到20节，提醒咱每一个，就是你爱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性命吗？要选择听上帝顺坦的话吗？你要选择对上帝有忠心吗？这是一个选择啊。AI 无共款 ，AI 你写什么指令，伊就做啥；你叫伊做啥，伊就做啥，袂当反对你所讲的。但是人无共款，人是上帝所创造上介好的 AI 啊，上介好的机器人啊。但是这机器人甲一般机器人无共，受听，所以无读爱。你我拢是基督徒，有听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咱会当听别人，听上帝，互咱生命无太爱。第三项，毋通过头将这 AI 拜这 AI， 将这 AI 当作神，用任何一款的方法、形象来代替真正的神。你知影这世代无共款啊？有人在拜拜，你会当理解；有人在拜这 AI， 你会当理解袂？讲牧师啊，靠这种人，就是有呢。诗篇16篇第4节讲：去祭拜神明的人，一直会加添痛苦。我无参与因的献祭，无敬拜因的神明，嘛无敬拜因的神明。但是你要知影，你一天用偌济时间在看这个手机啊？咱用手机啊，看要去倒位 ，Google Map 要去倒一个餐厅，咱用手机啊去搜寻嘛，对无？去找啊。咱用偌济时间去看3C 的 YouTube， 看电影，也是追剧，有无？咱用偌济时间祈祷，咱用偌济时间来敬拜上帝，咱用偌济时间来看上帝话，其实真少啊。某一方面，咱将 AI 当作咱的神啊，咱种亲近 AI 这世界的物件，但是确实无亲近上帝。我咧想讲吼，有一天吼，拢停电吼，手机也袂当充电吼，会当写广告片袂？会当做代志袂？咱拢啥物拢袂晓，其实毋是啊。咱来挖开是咱的天父阿爸爸上帝，真正有人去爬，咱拢知影 Google Map 拄我讲的 Google Map。你当做这电子地图吼，电子这地图去找所在，要去找餐厅，要找病院，要找什么所在，拢会当做。你知影发明这个人哦，这 Lewandowski， 伊吼发明这 Google Map， 帮咱真侪人无毋对，甚至伊创设一个公司叫无人驾驶的这个公司啊，开发真侪无人驾驶的车。但是呢，伊的思考真正有对的所在，嘛毋对的所在。一个 Back Channel 这个杂志讲吼，因在这加州的政府档案中间看到一个宗教创业的公司的文件。这文件中间讲吼，这个公司的宗旨是讲发展推动，透过 AI 形体，透过这理解崇拜，这 AI 提升社会福利呢。这有问题呢？你是咧拜 AI 呢？伊讲有一天啊，咱的人啊，愈来无像 AI 愈来愈厉害啊。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代志 ？AI 什么拢会晓，比人更较强，也统治世界啊！统治世界就是神呢，敢毋是？所以伊拜这 AI 这真相啊！但是对着咱的信仰来讲，咱毋是拜这物件，咱毋是崇拜这科技，咱毋是崇拜这 AI，
咱只有崇拜咱的真神，咱的上帝。当恁家要信主耶稣领洗礼，甚至咱信主足久的人，你所挖苦的是甚物啊？你会当安怎算？安怎找？透过这科技的工具是一个参考，毋是100%爱相信伊，伊袂当成做你生命中个神明啊！咱拄着困难，咱基督徒信主以后会拄着困难，咱需要帮助。你唯一的帮助是上帝，你所要挖苦的是上帝。AI 是有缺点，甲伊限制。英国有这个邮政这个单位吼，因这邮政这个单位吼，因的这个软体、会计软体、会计软体内底，咱算这个算数，算数中间都这主管就发现讲，发现讲哦，这小出问题，钱走去倒位？伊讲机器一定系无问题，用富士这个公司吼，这间公司最好，应该无问题。应该是员工乌西啦，偷摕钱啊！顾这员工几啊百个哦，这是英国发生的代志哦。煞尾发现是机器出问题，毋是人乌西啊！就有人自杀，有人有罪啊！真侪痛苦的代志发生啊！所以英国宰相讲要处理这个代志，告这富士这个公司呢。所以咱莫是讲机器人无缺点哦。大家拢知影 Facebook， 你有用 Facebook 无？脸书啊，这软体毋是这面啊，脸书这软体，你有去用无 ？Facebook AI 这部门伊咧做一个试验，因着这员工吼，创造真侪机器人 ，AI 的机器人，这 AI 机器人互因一款的语言，这语言因的机器人彼此互相相通呢，开始讲话呢，用伊设定的语言去沟通呢。有一天吼，因惊到啊，这工作人员惊到，为什么？机器人中间有2、3个机器人吼，开始发明家己语言，彼此沟通。这员工看无因咧比啥梦啊，紧甲这机器人的电源关掉啊，惊死！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哦。人无法度主导机器人，这 AI 物件是出问题哦。伊若家己有自由意志，可能嘛是一个大缺点啊。我甲青少年做伙吼，有一届伊就互牧师看讲，牧师你知影无？即马 AI 库牧师，我哈，你 AI 库牧师吼，你甲用信用问题甲问吼，比如讲这阿伯拉罕是伯拉文是啥物意思？伊就完全写出来。什么是仁爱？什么是什么是奉献？你甲拍落去，伊会甲你对话呢。那亲像一个活人共款，甲你对话，毋是机器人哦。其实真侪拢是机器人啊！你即马用这信用卡啊，甲什物公司通话，可能毋是真正的人甲你讲话呢，拢是这 AI 产品啊。伊讲吼 ，AI 这个牧师吼，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24点钟毋免困呢，牧师需要困无？哎呀，你需要困眠无？有啊，有需要。但是呢，虽然伊24点钟会当陪你读圣经，教示你信仰的道理，但是伊有伊的限制啊。AI 无法度代替你甲上帝关系啊。咱甲人建立关系，咱人甲上帝莫建立关系，你怎样甲上帝建立关系？读上帝话啊，过来祈祷啊！你当用 AI 祈祷无？亲爱的 AI 啊，我甲你讲一个代志，无啊！你会命令伊做代志，袂甲伊沟通，袂甲伊崇拜，嘛袂当甲伊祈祷啊！过来 AI 无明白上帝的旨意啊！咱来讲上年教会的旨意，咱交互 AI 处理好无？上年教会未来，交互 AI 处理好无？可能伊分析未来会拄着什么问题，社会拄着什么困难，但是伊无完全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咱来看创世纪前，咱来看约瑟的故事。约瑟甲法老王对话中间有7年丰收，对无？7年安那？
机远对无？啊，伊会知 AI 算袂出来啊。但是上帝拢知，上帝知影咱生命中间上介重要是啥物？你的人生要怎样行？你要读啥物册？做啥物工课？你应该服侍啥物代志？做上帝工，上帝上介清楚啊。AI 无明白上帝旨意啊，这是你爱甲上帝建立关系，超车上帝心意。AI 嘛袂当取代咱甲其他机体交流的关系。兄弟姊妹做伙，咱做伙祈祷，做伙唱诗歌，咱做伙做啥物代志？甲机器人做伙无共款啊！咱今仔有人破病，你若讲我胃痛，啊无事为你祈祷，无事毋是讲拢录音就好呢？啊胃痛，即个祈祷词；目睭痛，即个祈祷词。啊，即个心脏病，即个祈祷词，啊，你甲我讲你破病，我就试落去。哦，心脏病祈祷即项，胃痛即项，你若听到即种祈祷词，你会安怎？你会足欢喜的吗？袂啊！人甲人个肢体关系交流，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嘛是共款啊。你咪猜一个机器人伫遮，我若猜一个 AI 无事，我伫遐讲道，啊机器人。啊！你感觉安怎？怪嘛？那 AI 袂当取代替兄弟姊妹中间的交流。第四项，我就讲 AI 嘛有错误的时阵啊 ，AI 毋是完全的呢 ，AI 嘛做毋到时阵，但是咱爱知影抢代志，只有啥物人是完全的？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只有听咱的天父是完全的。你来想看卖 ，AI 会为着你来死无？袂啊！只有听咱的天父上帝，咱的主耶稣多加着心来到世间，为着你我来死。但咱兄弟姊妹今日要决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以后无论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你要知影，主耶稣疼你，你要用主耶稣的疼去疼别人，甲上帝、甲人建立合一的关系。阮做伙来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会当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检验阮所行所做的。伫这幕后的世代。非常重视科技的世代，我相信，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有你的听，有你的真理去行，毋通互这世界价值观念来所捆绑，互阮会当有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名。主，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你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阿门。